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安格斯。自本人搬去光明呢，差唔多有1年咁耐噶啦，好耐都冇介紹福田、南山等地方嘅食肆同埋景點嘅。雖然已經唔喺南山居住啦，但喺我心目中呢，深圳最理想居住嘅地方呢，依然係蛇口一帶嘅地方嚟嘅。今次嘅視頻呢，會介紹蛇口港一個新開幕嘅大型商場 K11 Ecoast。蛇口港嘅地理位置呢，其實呢係喺海上世界再往南嘅伸延嚟嘅。基於深圳灣口岸13號地鐵線已經開通啦，所以大家嚟呢度呢，只需要由深圳灣口岸過關之後呢，坐地鐵呢到太子灣站呢，就可以到達 K11 Ecoast 噶啦。我之前呢都嚟過呢個地方嘅，其中一個原因呢係揾樓啦，另一個呢就係疫情嘅時期呢。由中環碼頭坐船到蛇口港碼頭，由而家計起嚟咧，都係已經係3至5年前嘅事啦。嗰陣時咧，呢度仲係一片荒蕪嘅建築工地，而家咧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咧遊人前嚟打卡嘅熱門景點啦。咁我之所以會介紹呢個地方嘅原因之一，當然係呢個商場咧係寵物友好嘅商場啦。果然咧喺商場裏面咧都撞到唔少大狗嘅遊人喺度行呢個商場嘅。最特別嘅地方呢，喺呢度有住一個面對無敵海景嘅貓貓互動體驗店，設計獨特啦，而且呢仲設有餐廳，方便呢一邊玩貓一邊食嘢。只係呢收費呢感覺呢就唔係好平㗎，都幾貴嘅，大家考慮清楚先至睇下值唔值得光顧。K11呢個商場呢，式嘅商店呢的確係唔少嘅，但係感覺呢好多都係一啲臨時搭建嘅感覺。原因咧，好似喺呢個商場嘅發展經營咧，都出現咗啲問題。但係即使係咁啦，整體嚟講咧，都係深圳裏面值得一遊嘅大型商場之一嚟嘅。始終佢個地理位置喺深圳蛇口嘅海旁啦，單係嗰個外圍嘅風景咧，已經非常之吸引到遊客嚟呢度噶啦。商場裏面咧設有綠色環道同埋頂層嘅空中花園。遊客咧既可以逛商場購物之餘咧，同時亦都可以喺高處欣賞海岸嘅風景嘅。整個商場咧分為南北兩館，食肆啦、商店、電影院、兒童樂園等應有盡有。總括嚟講咧，個人推介 K11 商場嘅主要原因咧，係因為佢個位置咧靠近海旁，風景優美啦，有別於一般嘅購物商場。係一個既能夠享受購物及遊玩欣賞風景嘅好地方嚟。喺 K11 隔離係太子灣花園城嘅一個露天式嘅商場，同 K11 呢當真係一個馬路嘅距離嘅啫。太子灣花園城以街區商業形式設計啦，以與海共生為設計理念，由8棟獨立建築通過連廊串聯而成嘅。憑佢獨樹一幟嘅風格咧，榮獲2024年亞太商業建築創新獎。喺呢度咧就匯聚咗好多米芝蓮嘅星級餐廳啦，飲食選擇方面咧十分之多元化嘅。而呢度嘅餐館呢個裝潢設計咧都係非常之獨特嘅，遊客到訪既能享受美食之餘咧，亦都係打卡影相嘅好地點嚟嘅。咁太子灣花園城呢有好多情景化嘅快閃主題街區啦，以熱門旅遊地北非摩洛哥為靈感，同數十間華南手店人氣品牌達成合作，並集結咗120餘家港澳台原創小眾品牌，打造港澳台主理人嘅市集嘅。嚟到蛇口港啦，除咗介紹景點商場俾大家之餘咧，自然要介紹好食嘅嘢俾大家啦。我今次到訪嚟呢度呢，係由中午到咗夜晚都喺度遊覽嘅。午飯、下午茶到晚餐呢，都係幫襯呢度嘅餐館。不過我揀嘅餐館呢，全部個位置都係喺太子灣花園城裏面嘅。原因當然係呢度嘅食肆感覺比較高檔次啦。即使係廉價嘅餐廳呢，感覺呢都比 K11 商場更具吸引力嘅。咁午餐呢，就揀咗呢間名為 Pizzeria 嘅餐廳，驟眼睇呢似係香港披薩克，但其實就唔係嘅。Pizzeria 係必勝客呢喺2024推出嘅高端子品牌，定位為城市美學餐飲空間，
專注咧提供正宗意式窯爐披薩同埋融合酒飲嘅潮流餐體驗嘅。佢個名稱咧源自意大利語中嘅專門製作披薩嘅餐館，主打咧正宗那不勒斯披薩協會認證嘅窯爐披薩。食品上咧就點咗呢度出名嘅窯爐烤嘅意式披薩米披薩，確實咧係有別於普通披薩克嘅披薩嘅，口感唔錯啦。餅皮咧就比較韌少少嗰種勁啦，內裏柔軟。只不過係嗰種奶酪配番茄醬咧就唔係咁啱我嘅口味嘅。其他嘅就點咗呢啲炸魷魚酥啦、炸雞翼，味道都 OK 嘅。甜品有呢個維羅納清晨同埋呢個送贈嘅朱古力雪糕啦。整體嚟講咧達合格嘅水平，配上呢度嘅環境同埋服務水準咧，都可以俾中上級嘅評價嘅。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嚟試一試。下午茶咧就試咗呢一間名為貝克托馬斯嘅德國式烘焙麵包店。顧名思義咧，呢度係以烘焙麵包出名嘅，但眼見呢度嘅西餅咧，感覺都係非常之唔錯㗎。基於啱啱食完午飯冇耐啦，就隨便點咗個下午茶餐，火腿同煙肉嘅味道咧都 OK 嘅，但係麵包咧就真係非常之好食啦。聽講呢度嘅雪糕同埋蘋果批咧水準都唔錯㗎，下次有機會咧一定要試試啦。午餐同埋下午茶咧都揀咗西式嘅菜系啦，咁晚餐咧就試翻中菜口味啦。呢一間位置比較開揚嘅餐館咧名為有雲，菜式咧係川菜嚟嘅。喺太子灣呢間分店咧係深圳第一間分店啦。睇佢個裝修咧就知道係行過高檔食肆嘅路線。據說喺川菜餐廳食府達黑珍珠級嘅等級嘅。有啲意外咧係如此高檔嘅餐館啦，居然咧就俾我哋大肥妞咧入去用餐嘅，絕對要加分。坐定點菜啦，中餐飲茶非常重要。呢度嘅龍井茶葉咧係非常之好飲嘅，價格略高啦，但係值得都推介俾大家。呢味青椒糖心皮蛋咧爽彈美味，賣相一流嘅。香橙鮮百合，橙肉配上百合，感覺清新啦。呢道菜唔單止外觀精美啦，味道更加係鮮美清淡，食落都幾有開胃嘅作用嘅。無花果排骨湯，湯色清澈，鮮美甘甜。五花肉分麻鴨，味醇香，肉嫩滑，特別適合老年人食用嘅。鴨肉酥嫩脫骨啦，鹹鮮微甜，香味無比嘅。堅果宮保蝦球，鮮甜焦香啦，蝦肉超大嘅，只有輕微嘅麻辣感覺，係呢間店嘅招牌菜嚟嘅。咁我睇到咧隔籬台好多人都點呢味菜嘅，所以唔可以唔試啦。另外咧仲點咗啲擔擔麵同埋水餃，水餃唔錯嘅，擔擔麵感覺就一般啦。整體嚟講嘅菜式令人滿意啦，毫無疑問價格就係高噶啦。但係個人覺得呢間餐館啦，食品質素、環境裝修同服務態度咧，都合格，可以收呢個咁嘅收費水平嘅。咁今次視頻介紹蛇口港裏面 K11同埋太子灣花園城兩大熱點咧，就到此為止啦。希望大家中意啦，拜拜。